看2024年总统大选的新闻，这国民党的侯友宜公布能源政策，讲若准做总统会把核一厂到核三厂延长使用，搁再推动核四厂重新启动。针对着这款的讲法，赖清德竞选办公室也甲批评，讲侯友宜拢无交代核废料要安怎处理，而且核电厂要继续放，敢有经过800支700万名居民的同意呢？ 我从来没有反对核电，我重视的是核安。核安做好，当然可以使用核电啊。甲核电正式列入去能源的选项，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主张以核能检讨团，甲国际同步，使用已经存在核电价值，加做降低碳排甲空污关键的选项。达到2040，台湾无阁兄头团。核一、核二、核三，在我第一个任期里面，检查检修。 安全研议重新运转，成立一个核四总体安全审查委员会，一定要在安全无虞底下重启核四。侯友宜的能源政策主张供电无问题，有顺序转型，核一、核二、核三延役，安全重新启动核四。民进党赖清德是延续蔡政府2050净零排放、非核家园的目标无改变，核电列做紧急的手段，嘛要加速热能。 民进党高文哲是主张核二、核三延役，核四经过评估了后再个讨论。赖清德竞选办公室批评讲，核一、核二甲核四拢伫新北市，侯友宜讲要延役，甲重新启动的时阵，敢有得到800支700万居民的同意？新北市府卡了干式储存设施水保计划长达10年之久。我们要请问侯友宜，请问你核废料的最终处置场要设在哪里？敢不敢正面回答这个问题？ 赖清德再去参加国小世界杯国际赛记者会，推广台湾骹球运动。因为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是去金华酒店，甲日本前首相麻生太郎见面，一手提金门和平宣言去，这嘛是2个人4个月来第2届见面。我在美国，没想到麻生透过我们台湾的外交部直接通知我，希望他在走之前能够见我一面，所以等于是我4个月内。 跟他见了2次的面。郭台铭强调讲，台湾爱会当避战的同时，嘛爱闪开战争。针对能源的问题，郭台铭顶一日嘛捌提出核电站的比例是25%，还有一个县市一个核电厂的想法，应该落实公道，以核能、市热能的决议，恢复使用核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